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南投玻璃顶公所配合着当地的造就，邀请在地青年的团队以曲版，也就是古锥版的马祖，甲四大造就团的驯兽为主题，研发着各种的纪念品，希望会当推广着造就的文化，带动玻璃的观光。 玻璃店12年一摆造就大拜拜，已经互列作是无形文化资产。为了推广在地传统宗教文化，玻璃店公所结合地方创新，推出开运的纪念品。开运的纪念品以古锥版的马祖和四大照大神兽为主题，有面针、枕头、平安符啊、明信片、杯珠啊和爱兰白手、小香蕉等等。 我想这嘛是咱地方的文化吼，一个足非常虔诚，掌声嘛保庇咱世事无灾，百疾有庆吼。咱拢会使有这个足古锥的抱枕，而且嘛有这个吼，会用做一个纪念的这个徽章吼，小朋友会用来收集。三县造就发挥，伫咧国历12月7日会开始家家户户点灯，祈求顺利圆满，嘛期待行销玻璃店造就传统文化，顺续带动观光旅游商机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